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高雄市长韩国瑜的罢免案。这个拜六要来投票，民进党的议员来举办着第一届金霸奖的首映会。这个8分钟的影片人物，拢是对罢免案付出着心力的人。也毋过，这个人竟然拢是韩国瑜下骹的官员，或者是支持者。原来这是用反经体的方式来讲罢韩会当行到今仔日，拢爱感谢这个人的新助攻。啊，那韩国瑜的阵营。面对着对手，逐工一直出招的步数，嘛有家己反罢免的方式，就是不爱动员、不爱发言，嘛不爱做事。有金马奖的颁奖，高雄市民进党议员推出金马奖的影片。我们将要把罢免顺利的荣耀献给这些人。认讲对罢免有贡献的人，就是高雄市长韩国瑜的队友。杰出人士特别奖入围的有，得奖的是韩粉们。杰出人士特别奖颁予韩国瑜的支持者，最佳配角奖为副市长高铁看板的局处首长拢被点名。市长陈雄文同时兼任高雄市选委会主委，行政中立是在有与没有之间。最佳男主角得奖的是韩国瑜。韩国瑜过去1年多来，在高雄上演了一场搞笑闹剧。有最佳男主角，嘛有最佳的女主角。恭喜嘉芬姐，6月6号终于可以把国瑜带回家，让国瑜不用再被高雄困住。投票最后的阶段，立营甲罢韩的团体，逐工有动作。不过韩国瑜的阵营表示讲，即马干来专心市政。现在高雄市政府的定调非常清楚，就是专心市政。韩立营定调讲，韩国瑜未阁针对罢免案，阁公开谈话，未有反罢免的任何动员。未为着反这罢免案举办助社活动。6月7日，晚社各方政团好朋友去高雄投票，迄一天未针对罢免的结果有任何公开谈话。最后的阶段决定以守为攻，未随着罢韩团体动作来回应。